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 Fion 陳心妍，歡迎嚟到今集七日通勝嘅第19集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詳細拆解陽曆7月5號至到7月11號嘅通勝宜忌，大家記得留心聽啦。首先嘅就係陽曆7月5號星期日，陰曆5月21開日，干支係庚辰，沖生肖屬狗，彭祖百忌係庚不經絡，辰不哭泣。庚日不宜用作於治療經絡嘅日子，不然會有傷害器官組織以及破壞正氣嘅作用。辰日或者辰時就不宜行喪哭泣，不然家中容易有重複舉辦喪事之嫌。三煞方喺南邊，而學神就喺正西，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膝、腰同埋小指。吉星有天恩星、而施恩，所以可以做多啲善事啊。而凶星就有九星，不宜借出財物。今日係董公吉日，而入伙、開張等等嘅喜慶之事啊。跟住就係陽曆7月6號星期一，陰曆5月22閉日，干支係申巳，沖生肖屬豬嘅朋友，彭祖百忌係身不合帳，志不遠行，新日不得用嚟調對組合醬料，不然就無法合人口味啦。而巳日或者巳時就不宜開始作遠行，因為巳就係蛇，蛇有蜻蜓之象，不然就有不能直達之兆啦。三煞方在東，學神就喺正西，而吉星有天恩星、而施恩，記得今日亦都要做多啲善事噃。而凶星就有血之星，不宜針灸，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就係脾、喉、手同埋外畫。今日都係董公財日，亦都好適合開張、入伙等等嘅喜慶之事噶。陽曆7月7日星期二，陰曆5月23日閉日，干支就係壬午，沖生肖屬鼠，彭祖百忌係壬不吸水，午不沾蓋。壬日不宜喺河邊、海邊作業，不然就容易被水淹沒啦。而午日或者午時不宜開始做茅草蓋屋頂嘅工序。而家社會真係代表屋宇平頂嘅過程啦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就喺西北。吉星有明費星而安葬，而凶星有瑞刑星就忌出行啦。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腎、心、腹、肝同埋足。今日就係早上嘅9點57分，正式就開始立小暑節啦。而72候方面嘅溫風至開始啦。溫風至即係話，即係我哋嘅風裏面都會帶住一啲嘅熱浪嘅感覺啊。陽曆7月8號星期三，陰曆5月24見日，干支係癸未，沖生肖屬牛，彭祖百忌係貴不辭論，未不服藥。癸日不宜打官司或者辯駁，因為癸水主治，提防對方嘅理據比你強。而未日或者未時就不宜服食藥物，因為未時走小腸經，將消化物溶解咗之後正在吸收，不然就會令到藥物嘅功效失靈啦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就喺西北。吉星有十寧星，凡喺辰時或者午時出世嘅小朋友，從小就會聰明伶俐，有書緣。而凶星方面有竹水龍星，不宜行船，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足同埋手陽明。今日係出霉日，即係話唔需要再擔心衣物會發霉啦。今日就係曬太陽嘅吉日啦。今日喺天空上面有天廚星會太陽於丙中，天廚星乃尊貴之神，日此日得臨幸吉兆，其所感召則社會健康，民眾豐樂，具太平之象，凡事預知，無不大利。即係話所有平民大眾百姓都可以好合適去曬太陽啦。最佳曬太陽嘅時間就係早上嘅10點至到10點半。都係溫馨提示啦，記得大家就係曬背脊同埋頭殼頂，唔需要曬正面噶。同埋喺呢半個鐘頭裏面，記得多飲水。如果覺得身體又唔舒服嘅時候，就記得停止啦。陽曆7月9號星期四，陰曆5月25除日，干支係甲申，沖生肖屬虎嘅朋友，彭祖百忌係甲不開倉，身不安床。甲日不宜打開倉庫，不然會有財物耗散之忌。而申日或者申時就唔適合喺收拾或者安置新床，不然恐怕容易有陰靈鬼怪入房內作祟。三煞方就喺南面，而學神就喺西北。
吉星有益後星，就宜安產室。而凶星呢有八風星，不宜乘船，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頭、足同埋陽明。嗱，今日呢亦都係董公吉日，都好合適入伙或者開張等等嘅喜慶之時嘅。7月10號星期五，陰曆5月26滿日，干支係月酉，沖生肖屬兔嘅朋友。彭祖百忌係月不栽植，酉不會客。月日不宜栽植生物，不然呢會所有植物都無法順利生長。而酉日或者酉時就不宜會客，因為酉時正係食晚飯嘅時間，客人餓住就會唔專心或者冇心情開會啦。三煞方在東，學神喺西北，吉星有天倉星，就宜收錢同埋入賬戶啊。而凶星呢有債等星，不宜安大門，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項、背同埋胸。嚟到最後一日，陽曆7月11號星期六，陰曆5月27平日，干支係丙戌，沖生肖屬龍嘅朋友，彭祖百忌係丙不修造，戌不吃犬。丙日呢不宜修理灶台或者灶頭，不然呢會有見到災殃或者屋企容易有火險。而戌日或者戌時就唔好食犬啦。犬肉有壯陽行血之效，正因戌時就係準備就寢之時，食咗犬肉就難以入睡。而家我哋梗係唔會食狗肉啦，所以而家呢即係改為不宜食亢奮之物嘅意思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就喺西北。嗱，吉星呢有天貴星，就宜祭祀；而凶星呢有血虛星，唔好借出財物啦。小心唔可以受傷嘅部位或者器官係肩、背、喉同埋膝。好啦，今個星期侯師傅嘅7日通勝重點就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呢個聲音導航都可以幫到大家起居作息都順順利利。覺得有用嘅朋友記得點讚同埋分享俾身邊嘅人。我係 Fion 張陳心妍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